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，互阮得到你的疼，你的温暖。伫这个天气咧变化的过程内底，求上帝赏赐教野的快乐甲祝福，帮助阮扶持阮，互阮真正亲像即支蜡烛火共款，上主你的光就照伫阮生命内底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即礼拜是大降节的第一礼拜，大降节就是传统的基督徒看新的年度的开始，所以大降节咱点第一支蜡烛了后，就对基督徒来讲，这叫做新年，新的年度。伫大降节的这期，咱是纪念即位道成肉身为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的主，以及咱纪念伊甲咱的关系，互咱永远的性命有毋忘，搁较久。就亲像雅各甲约瑟的故事，亲像因共款，因伫要死的所在，行毋忘的城。创世纪43章第1节就描述因伫一个饥荒到洋洋要死亡的所在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迦南地区的饥荒真严重，以色列全家已经将第一遍去埃及买来的牛食食了，所以雅各就带伊的囝讲：咱无牛食来咧。爱搁去买牛食来，总是犹大提醒雅各，假使伊若要爱搁转去埃及，有一个先决的条件。创世纪43章第3节就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犹大对伊的老爸讲：迄个人严严甲阮警告，讲恁若无带恁小弟来，就免想要见我。所以刷落来，以色列就是雅各吼。以色列随时着责备遮个囝，恁是安怎爱将咱兜的状况拢甲迄个人讲？直到伊上疼的迄个囝便雅悯，其实伊目睭所看的遮个囝拢是伊的囝，结果伊上疼的迄个囝爱离开伊的身躯边，随上。约瑟出的这个课题，这个试验，也是针对以色列，伊要爱调整伊的天使的爱，伊搁较毋望伊的老爸会当放手，放落即种疼。其实咱的疼吼，拢互咱的家己的目镜所限制。互伊即个疼吼，咱的目镜，咱只有看咱的目镜啦吼，只有看到咱想要看的物件对吧？对嘛吼？咱的目镜就是挂去但是咱看拢看咱想要看，总是咧。约瑟毋望伊的老爸将即个目镜拿剔互看，知影上帝爱伊看搁较大。伊所爱疼的人，伊爱负责的人，互便雅悯甲伊的兄哥做伙去到埃及。有时阵，老爸老母有一寡偏私的疼，这个疼颠倒造成伊的囡仔生命中上大的脱界。咱来知影，便雅悯虽然是这个家庭内底上细汉的，总是这个时阵应该已经娶某生囝。咱来知影，便雅悯这个时阵，毋是迄个所谓的囡仔哦，毋是哦。便雅悯这个时阵应该娶某生囝，因为创世纪46章21节就安尼记载讲，伊缀雅各落埃及的时，已经有真侪囝。便雅悯已经有真侪囝。虽然整个故事内底迄个焦点是便雅悯，总是真歹势。
伫这个故事内底，伊去说到连出声拢无出声，伊连讲一句话拢无。伫这故事内底是安尼吼，便雅悯连讲话拢无。伫迄个雅各坚持无放手的下面，犹大保证就拍破这个局势。创世纪43章第89、第9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犹大佮甲伊的老爸雅各讲：你将这个囡仔交互我，阮就随时出发，通互阮一家大细拢活落去，免枵死。我甲伊担保，你通对我可人。我若无带伊倒来交互你，我愿一生担这个罪。所以其实是无奈，厝内底就无通食无米啊。所以犹大亲身保证，咱这个小弟无得到平安，若安尼我愿意负责。总是咱来知影，什么人会当完全保证？其实无人。总是犹大的这个个别，也代表这即群兄哥共同因爱承担。当雅各少年的时阵离开厝，前途渺渺，伊行路行到暗时，忝到困伫一个青昏无名的所在，结果伊困的所在，上帝竟然伫伊的梦中来出现，互伊看见。伊无孤单，并且上帝伫迄个梦里应允伊讲：我要甲你同在。所以雅各在这醒来，迄个创世纪28章15节，对，我要甲你同在。所以雅各醒来，伊用迄个倒的摕咧放的迄个石头。拆起来，甲上帝立约。总是伊甲阿伯兰，就是伊的阿公啊吼，上无共款的，就是伊煞着伊对上帝讲，创世记28章2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互我平安倒来阮老爸厝，我就尊上主你做我的上帝。伊讲，假使你若互我平安转来阮老爸厝，这叫做雅各。雅各伫上严肃、甲主相见的迄个时刻，面对上帝时，伊悠然心内底咧想讲，我会当甲上帝买做交易啊，听有意思吼？阿伯兰倒讲话，阿伯兰连讲一声拢无，上帝安那应允，伊就去啊。上帝讲。我要赐互你，伊就去啊，对吧？结果雅各咧，雅各无啦，雅各毋是即种人，雅各就是即种上严肃的时阵，伊嘛要甲上帝讲，咱来做一个买卖，你若赐我啥物货？平安。所以换一句话，用另外一种角度来想，雅各这个时阵，伊生命中上第一的一项代志，就是我是毋是有平安啊？雅各生命中上第一的，就是我是毋是有谢拢？到约瑟，其实这个约瑟的故事内底，其实佫用真侪谢拢，迄个平安。创世记37章第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约瑟的兄哥看到因老爸较疼约瑟，就怨妒伊，无要甲伊好好啊讲话。读无谢拢咧，读无平安咧，其实原文是谢拢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迄个原文是讲因无要甲迄个兄哥无要甲约瑟谢拢，原文是安尼吼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讲故事的人一开始就对咱讲，迄个老爸偏心的疼，造成兄弟中间会无谢拢、无平安。
刷落雅各册约瑟去到事件的目的，咱读到创世纪37章1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来读来。雅各甲伊讲：啊，你去看恁兄哥有平安无？你去看恁兄哥有平安无？是毋是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雅各性命中第一个是啥物货？你有我是毋是有平安？我所疼的人是毋是有平安？总是代志甲伊想的完全无共款。伊上疼迄个约瑟，煞无去啊！所以这更较造成伊心内底更较无平安，对无？一个心内底无平安的人，就哪想要掠条伊上疼。一个心内底无平安的人，哪想要掠条？所以当即群兄哥第二遍转来到埃及，约瑟的管家带因要入去约瑟的厝的时阵，因心内底惊吓，然后做上歹的想象，因想象讲嘿，伊要爱带阮入去，是要掠阮做奴才。所以因要入门进前哦，就急要行顶便，搁囥伫因裤袋仔内底的钱。创世纪43章23节下段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即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迄个管家讲：最恁安心免惊，是恁的上帝，嘛是恁老爸上帝，将财宝囥伫恁的布袋内，恁的银我已经收着。好，管家第一句话头一句话嘛无翻译出来，应该嘛无翻译出来。管家第一句话就是讲。谢拢归互恁，谢拢归互恁。即句话原文嘛会当翻译做“愿恁平安”。咱若有真实信仰，咱就知影即句话是天使伫遮个样的人的面头前出现的头一句话。所以，伫遮其实管家就等于讲，愿恁平安，啥拢免惊。所以，即群惊吓不安的人，因第一遍听到的就是啥拢。所以，刷落管家即句话有机关啊，即句话真有机关哦，咱若注意听就知吼。原文会当其实这个翻译已经真接近原文啦吼。这翻译其实是讲，原文是讲是恁的神甲恁老爸神赐恁财宝伫恁裤袋内，恁的银我早就收啊。蒙拉即位顶世纪真出名旧约神学家，伊安尼讲，伊讲管家为即出戏。搁若囥一粒旋石，表面上遮个话是要互遮个人迄个不安的心得到平静，总是话内底机关却讲出约瑟这个故事上要紧的所在，这拢是上帝隐藏伫内底的隐传。这个事件拢有上帝的手伫内底的分析，所以咱爱会记即注意着，伊伫遮无提起银，只是讲上主囥伫因裤袋内的财宝。将Walton即位近代神学家嘛安尼讲，伊讲管家所讲的财宝原文，伫圣经内底就有出现几遍。通常是指隐藏、看袂见的宝贝。管家讲上主所赐的财宝，早就伫恁裤袋内，是咧指啥？是指恩典，是指祝福，也是利弊。检菜遮拢是。
总是对这兄哥来讲，这一切拢来了上紧，所以因佫无法度回应。检察因的心内底对这兄哥佫半信，对这个管家佫半信半疑，直到无佫较想佫较深管家话内底话的意思，总是就亲像蒙洛这位德国的神学家上尾安尼写，伊讲这个答案，检察一开始爱互即群兄弟放心，总是因到上尾才真正会当体会到即项代志。其实上帝早就藏伫因裤底仔内底有财宝啦。这我嘛相信，我相信上帝早就藏财宝伫咱生命中。创世纪43章23节，B 段到2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然后伊就带西面出来交互因，管家带遐个人入去约瑟的厝，含水互因洗骹，搁摕草料饲因的牛仔。因就准备遐个礼物，庆候约瑟中昼倒来，因为因听到因要伫遐食饭。我管家真大心啦吼，伊先将西面带来，用行动互因安心。不止话尔吼，咱来知影吼，话讲的就无去啊，对无？咱爱用行动表示，这也是我咱爱学这项代志，就是不止嘴讲尔，咱爱用实际行动表示。可见，虽然西面互人当作人质，总是伊无受到亏待。管家对待这兄哥是贵宾才有的款待。创世纪43章26节到27节 A 段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约瑟倒来到厝，因就将带入去厝内的礼物摕出来送伊。搁拍伫涂骹拜伊，约瑟甲因请安。当约瑟转来到伊的兜、伊的厝，因搁一遍重现约瑟的梦。创世纪37章第50到51节，其实就是因北的拢咧拜约瑟所北的，所以重现约瑟的梦。然后约瑟甲因请安。原文就是约瑟甲因讲夏龙，所以伫遮是夏龙，夏龙搁一遍出现。咱来知夏龙原文的意思，夏龙原文的意思不只是讲人甲人中间个人得到平安安尼尔，要人得到完全的意思，搁较延伸有人甲上帝、人甲人中间。得到和平，所以这叫做祥乐。虽然是近代古古当的古代近当人见面的请安，所以后来其实基督徒嘛真习惯讲平安，对无？台湾基督徒真习惯讲平安，其实是对这个习惯所延续落来。对圣经的习惯所延续落来，总是咱讲的平安，可能甲这个夏弄搁小可无啥共款，因为夏弄搁较迄个意思搁较侪，搁较亲近，然后也搁较丰富。这是古近东人见面的请安，总是嘛表示人甲人真正的毋茫。就是因为咱无得到谢拢，所以咱拢需要谢拢。创世纪43章27节尾到28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即个，现在做伙来读来。佮问因讲，恁所讲迄个二老的老爸有平安无？伊有好势好势无？因讲，你的仆人，阮老爸有平安，腰活地。因就下头拜伊，所以约瑟关心的嘛是啥？
有平安无？虽然约瑟看起来真平常、地清安，总是我相信伊心内底真激动。除了伊的老爸约瑟上关心的，而且一定爱看到的人，就是伊共爸母的亲小弟便雅悯。所以创世纪43章190煞就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条经节来。约瑟夜头看伊共老母的小弟便雅悯，就讲：恁甲我讲的煞尾小弟是即个是无？佮讲少年人愿上帝施恩互你。迄个原文的意思，上尾即句吼，原文的意思是我的囝愿上主祝福互你。我的囝，所以迄个和合本的翻译叫做我儿啦吼，我的囝，和合本的翻译。总是我拄拄有讲过，这个时阵的便雅悯应该已经真大汉啦，差不多算起来可能差不多20岁。所以称呼伊我的囝，其实有点仔奇怪。总是这个我的囝这个意思，其实是年长。就是迄个悬位较悬的人，对较少年位较低的人一个亲密的称呼，其实甲年岁无啥关系。所以咱中间嘛有真侪人会当称我做恁的囝，虽然我已经有一寡年岁啊，因为咱会知影年岁是比较的。创世纪43章3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约瑟听小弟的情大激动，赶紧要找一个所在好，就入去伊的房间去哭。虽然约瑟这个时阵搁爱甲因假做伊是甲因无关系的埃及的宰相，总是伊一个看到伊的小弟就激动起来。迄个原文其实是热起来，我毋知影咱有法度看到一个人会当互咱热起来袂？啥物时阵？咱想看觅啊？是啥物时阵看到一个人，咱会烧起来？迄原文是烧哦，吼，真正是烧起来哦，激动起来。咱生命中有迄种人，是咱看到伊就烧起来。迄个所以这种形容是真特别的形容。总是咱会想着讲，因是三年13年久，搁一遍会见面，而且咱会想到的是，这嘛是约瑟经历过死亡的山谷了后，迄款的见面。咱会知影，伊伫埃及。头前的13天，逐日拢有可能面对死亡。伊做奴才，做关伫乌罗的家番，逐日拢有可能，伊毋知影明仔载我是毋是会当活的。所以经过迄种死亡的山谷了后，佮看见，所以旧约的神学家宝哥们。伊就认为，这个时阵的约瑟的迄种感情，若亲像圣经的描述上主对以色列的疼，迄是一种对心内底生命、心内底内心所牵出来无法度放杀、无法度弃绝的情感。迄个情感有可能就是咱看到咱所疼的人，甚至足久无看到的人。迄款的激动，就亲像何西阿书11章第8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的心已经改变，我的情充满怜悯。迄头前是上帝透过先知讲，虽然我气杀恁，搁若气杀遐个看袂到的物件，总是。恁爱知，我的心已经改变。无亲像现代人伫古早人思想
顶一代人迄个听，其实无凊彩讲出嘴的。咱现代人迄个情歌吼，唱真侪，我爱你，讲啊咱爱知影即句话，伫古早人顶一代的人，甚至是台湾人，顶一代的人讲即句话是最肉麻的，很露骨，就是真正是安尼，因为听凊彩人讲出嘴，有当时啊，就无价值。我要坦白大家讲，凊彩讲出来听，是无价值的，有当时啊，是安尼。总是这个时阵，约瑟内心迄款的渴望甲情感无法度稳重，所以伊只好搁秘入去伊的房间，搁好好安尼思考。创世纪43章31到3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后来以色列了出来，便用禁地，反复开得，伊为着约瑟另外摆一块地，为伊的兄弟各摆一块，嘛为遐个甲约瑟做伙食的埃及人另外摆一块，因为埃及人看甲希伯来人做伙食饭最兴趣。约瑟的身份伫这个所在显出尊贵，伊无甲其他所有的人共得。然后约瑟的兄弟甲埃及人就坐两桌。随上咱来知影，做伙同桌食饭，就亲像昨昏我甲上人团契兄弟做伙同桌食饭共款。对古早人来讲，这叫做和解。做伙食饭就是和解哦，所以咱也会当请人去甲你食饭，欢迎你请我去甲你食饭啦吼。总是会当甲人做伙同桌食饭是和解的意思哦，迄就是和解的意思。所以咱台湾人爱坐圆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总是这个时阵的因也未行到迄步，这个时阵的因也未行到迄步。创世纪43章3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约瑟的兄弟坐伫伊的对面，因的座位照大细的次序安排，因拢真戆野，互相看来看去。这兄弟受到真周全的照顾，上互因戆野的是，伊才会知影阮对大到细的排列。咱爱知影大汉了后，厝内底有的人生做较悬的，有的生做较矮的，总是款拢无啥共款对无？迄个款无啥共款，上时有的人生做较操劳，对无？有的无法度啦吼，所以有的人生做较操劳。像讲我甲阮姐姐做伙行的时阵，人拢讲我是遐高手，我讲毋是哦，我伊阮姐姐咧。我毋知咱是毋是有即款经验啦吼，总是会当安尼排，已经大汉啦，成年啊，这表示因戆野的意思，就是表示因太知。创世纪43章34节，咱上尾几节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约瑟将伊面前的食米分互因，毋久，便雅悯得到的比别人5倍多。因甲约瑟做伙啉酒宴乐，伫即场宴乐内底，因到尾上甚至是啉酒醉啦。吼，这有形容后壁故事的形容是啉酒醉。咱来知影约瑟虽然照顾伊的兄哥的需要，总是伊即时特别互便雅悯，甲人无啥共款。伊所得的搁较侪。那安尼，即群兄弟会亲像过去共款，接到约瑟迄款来接到便雅悯无？敢会？敢会？这个时阵的因敢会？毋知咧。所以这就是续落的故事。
史书记捌描述一项一个经历，就是基甸这位士师起一座坛，为着伊要纪念伊甲上帝拄着上帝。创世史书记第6章140段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基甸就伫遐甲上主起一座祭坛，号名叫做上主沙龙。沙龙的意思就是沙龙啦，上主平安的意思。好，这是照迄个名翻的啦吼。所以刷落去第25节，伊讲基甸起这座坛，号这座坛叫做上主沙龙。结果刷落来25节吼，24节刷落迄个25节，上帝吩咐基甸讲：你去拆你的老爸为着巴力甲谢拉所起的坛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真正啥物话叫做沙龙？沙龙毋是表面上人好来好去安尼呢，毋是安尼呢。沙龙需要是除去过去歪曲偶像的恶行，歹所行，坦白承认家己过去的行为是犯罪，只有除去上帝所怨恨的歹甲罪，人甲上帝、人甲人才有法度可能恢复完整的关系。得到真正的沙龙。主要所是安尼讲，路加福音17章第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的兄弟也是姊妹，若犯罪，就甲伊责备；伊若悔改，就甲伊赦免。斯托德牧师是安尼认为，伊讲耶稣对咱讲，对咱兄弟姊妹基督徒的责任，就是爱劝解、责备遐犯罪兄弟姊妹。总是搁较爱细致的，是免钱的赦免。你责备伊，伊出来跟伊讲好啦，我认罪。搁较爱细致的是免钱的赦免。伊讲啥物话叫做赦免？赦免包括定咱中间迄个恢复转来迄个沙龙的关系，到新约就叫做团契啦吼，团契的关系。定心起坐，若到一个持续犯罪毋愿悔改的兄弟姊妹定心起坐亲密的关系，若安尼，咱所服伊的，毋是真正的疼，是肤浅的疼。因为这种赦免并无鼓励着伊，所以忽略了悔改的赦免，毋是出对疼，是出对感情用事。检采这就是约瑟这个时阵的心情。因为就是伊的兄哥捌亲嘴，个别讲阮有罪啊，总是约瑟犹原毋愿，也是毋敢真正展现伊真正的身份，是安怎？因为伊若展现伊真正的身份，就表示伊愿意赦免。总是这个时阵的约瑟我都掌握的。是即群兄弟的赦免悔改，是因为情势所逼，无奈的选择就无法度啊。因只好来悔改，也是真心的认罪咧。然后安尼，这会当决定因中间是毋是有真正的赦免。所以，虽然因已经对过去的罪表示忏悔，总是现在的因忏悔了咧，咱会继续做错误的选择啊！咱会，这就是刷落去的故事，这就是刷落去的故事。所以
创世纪42章刷落去，就是咧讲这个故事。就亲像斯托德牧师提醒咱，真正下面无小路啦，一定爱行大路，没有捷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其实咱拢亲像雅各、约瑟，毋望迄个真正的邪拢来到咱的生命中，毋望上帝将这个邪拢亲像束缚，互咱的里面，亲像藏伫咱迄个裤袋仔内底的财宝。这就是上帝要赐予咱真正的邪拢的里面。所以，咱拢需要来到上帝面前认罪，求讨赦免，愿上帝所赐的赦拢真正临到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因为阮知，阮欠缺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赦拢。有时阵，阮求讨的，阮认罪的，总是阮搁一再犯错、犯罪，因为安尼，阮得袂到真正的赦拢。求主赦免阮，主怜悯阮的软弱，甲阮做伙伫地，帮助阮，互阮的生命中。亲像这个稳重的宝贝，放伫阮的裤袋仔。上帝，你早就放伫遐，求上帝帮助阮看见、珍惜，并且真正伫阮的生命回应，做出人，阮甲你、甲人中间得到迄个真正的赦拢。求主甲阮做伙伫地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